各位观众，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记新闻，我是郭怡中。新闻都开始，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现场消息。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热岛，台北市下令防疫大作战，捷运一个公车8点钟都要消毒一届，出入联合病院嘛要量体温。台北市市政府今仔日开工，共款真顶真，唔敢结外外。做过来听市长郭文德上新的讲法。第一个，大家先自保先自救再救人嘛。不过这个题目是科学题目，就是说，到底台湾的口罩，你知道它的存量是多少，然后产量是多少？其实我后来发现一个数据，我还没去求证呢。我们好像台湾的口罩超过80%的是进口的，所以说我们要担心的是人家不卖给我们，不是我们不卖给别人。不过这个就这样的啊，科学问题科学解决嘛，这个是后勤补给还是一个数学的问题啊，所以搞清楚再来。上次有说过要看你有没有戴口罩，你今天戴口罩来受访是代表疫情真的比较严重吗？这个是这样的啊，因为中国大陆已经超过6000例了嘛，然后现在是开始上班了。如果按照我们的知识啊，它在很瞬间超过很快超过6000例。那以台湾跟大陆往来密切的程度呢，应该在未来的这一个礼拜，应该是防疫的，我们英文叫 critical period， 就是危急期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个期段我们没有出现多 case， 那我们后面就比较好应付。如果这段时间突然出现一大堆 case， 哇，这下就麻烦了。所以我倒觉得是这样的，未来一个礼拜应该算是比较关键期的哈。所以如果为了要保护自己，是带上去的。像美国评估，台湾疫情会是中国以外的第二产，认同这个评估？如果从交通往返的来讲哦，做这个猜测也不是说它不对，但是这样的哦，中国那个徽州猪，你知道哦，到现在为止还没进台湾呢，所以表示说，事实上台湾的医疗体系、防疫体系，你知道，你要问我的话，当然人家说啊，你医界出身的，所以会讲医界好话。以我的知识的哈，台湾的防疫系统哦，应该还在世界上我们的医疗体系、防疫系统在全世界还算是排名很前面，算是好的。所以像非洲猪瘟嘛哈，到现在为止还没进入台湾嘛。那你怎么看？其实这样的啊，不过这样的啊，话也不要讲太大声了，因为中国大陆一下子突然超过6000嘛哈，那我们到现在为止是8例。所以还是那句话的，未来一个礼拜看我们的数目啊。如果我们也很多，那就是被美国人收中了。那如果我们 case 还是压的慢慢的增加，那就表示我们继这个非洲猪以后，在防疫上还是成功了嘛。所以未来一个礼拜算关键期。市长是不是今天有要求在第一线市府员工都要戴口罩？这个是这样的哦，口罩戴跟不戴是这样的哦。像第一线员工，特别是做柜台的哈，因为他跟不特定人士接触了，所以坦白讲哦，下令第一线柜台人戴口罩是为了保护自己，因为每天来接触他的，他也不晓得，他也没有跟你讲说他有没有感冒啦，有没有呼吸道症状啊，哇，他突然在你面前跟你打喷嚏，那不行还是不行，所以其实老实讲哦，还好我们台湾人戴眼镜很多，你知道哈，这不只是戴口罩了，最理想是。我就劝大家这一段时间就不要戴那个隐形眼镜，不要把眼镜戴起来，至少还可以保护眼睫毛。市长开工日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北市防疫？这个是这样的啊，我们早上已经有开完市长室会议哈，要有做一些指示，现在就分发各局处开始去准备。那下午2点我们会开工作汇报，那出来以后，我想那个防务市长会再出来跟大家讲，我们大概每天会跟市民说明说我们的新的防疫政策，所以下午2点以后，等我们防务市长主持那个工作汇报以后，会发布说我们大概每天会发布说我们的新的策略的做措施，我们会发布。市政府眼里啊，要私人企业第一线服务柜台也强制戴口罩跟量体温，台北市有可能扩大成这样吗？基本上政治上是这样的，我们是由内而外，由公而私的哈，所以。对公家机关，我们就下行政命令了哈。那私人的机关，我们现在是叫建议，那当然是这样的，我们会
观测疫情的变化。如果你那个疫情是很快在上升，我们会下命令。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哦，不用过度恐慌也不，但是也要做好准备的。所以这条我的答案是这样，我们就每天看疫情的变化来决定政策。像那个台北动漫节明天要开展，然后5天预计吸引40万人次，你会不会担心这个成为防疫的破口？在南港展览馆，一般来讲是这样的哈，工作人员啊，因为第一线工作人员他要接触不特定人，那我觉得还是戴口罩。去参加的人如果是在密闭空间，然后要是跟你不认识的人，我建议还是戴口罩。我倒觉得这样的 ，SARS 期间我们也是可以度过的，所以原则上是这样。如果去参加这种大型活动，特别是在未来这1个礼拜，我会建议参加人戴口罩。会不会要求停办？不会。